嗰度有個爛尾盤，用啲三無產品，硬係爭少少，啲感覺真係太差。證明呢個木地板質量一般般，差評。哇！呢個景真係靚啊Bobo哥，你嚟睇景定係睇樓啊？咁啊景點肯定嚟睇景啦。嗱，睇樓教你一個口訣，剛需就睇優點，豪宅就睇缺點。OK 呢個163方嘅豪宅有咩缺點？第一個，低頭望一望磚，用800乘800嘅磚鋪喺大平層，差評。第二個咧第二個，櫥櫃用啲三無產品，差評。 ，OK。第三個咧，第三個，牆面任何修飾都冇，一啲牆面嘅裝飾都冇，白牆差評。第四個就係我哋呢個木地板，你過嚟踩下，啲感覺真係太差，證明呢個木地板質量一般般，差評。第五個，五金衛浴依家豪宅啊，用科勒啊、Total 呢啲，我覺得仲係硬係爭少少，差評。仲有冇啊？數得咁多，仲有你最喜愛嘅優點嘅地方，雖然呢度係靚，但係嗰度有個爛尾盤。哦。咁你數咗咁多缺點，有冇優點啊？呢個盤咁啊，梗係有啦！一個樓盤冇優點，就點會有人睇、有人買呢？呢個景點算一個。係啦，咁如果大家想知呢一個人行濱海灣有啲咩優點或者詳細戶型，可以留言評論或者私信我哋將優點全部發俾你睇下，你啱唔啱呢個樓盤？